正用心，永远是注定无路用。爱你啊，生命献予你。爱你啊，青春献予你。想你啊，永远思恋你。离开你啊，我无奈。离开你啊，真悲哀。如今只好将咱静静淡落大海。我去找千里的，我若去是啥物人要照顾你？你若是有一个啥物三两，我毋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讲，安尼是要安怎啦？妞妞，妞妞，你哪回去啊啦？妞妞，这摆情形安怎？你哪个即摆才来啦？妞妞回去啊，你有看到无？我来少年可能讲，提醒个客流员，要来叫妞妞啊！天师伫倒位？天师伫倒位？你要人带伊来者？两个伫倒位？你看啦，妞妞昏倒啊啦！前夫，哎呀，两个啦，前夫，你若到这么才来啦？慢点，你若先到。就能讲你客流员，啊，两个呢？两个伫遮啦，两个伫遮。天师，即摆什么时阵啊？阮公主已经昏倒啊！你摕这个破布袋，你讲这是啥？这是良缘。前夫，良缘哦，毋是这破布袋，是内面底物件啦。相信我，这只有良缘啦。你莫紧张啦，试看卖，试看卖。对啦，试看卖。哎呦，给走啦！迄一阵风，那个上面我吹花，你知无？给走啦！你起来啦！迄风甲上面火无关系啦。你看，火愈来愈严重嘞。公主敢若有反应啊？公主惊醒啊！公主惊醒啊！天师，这敢若真正是良缘哦，真正是良缘。公主。公主，林公主，你这阵感觉安怎？天生，我已经有较好啊。听讲恁真是找到良缘啊！林公主，这真正是良缘啊，真正是良缘呢。哎呦，感谢妈祖保庇，感谢妈祖保庇，感谢感谢。原来良缘真正是一阵风哦。散布清净，散布回馈，去成就新的生命。良缘嘛是同款，只要有好的良缘，就有好的成果。多谢，多谢。就是安怎？你搁甲我讲，我伫遐一直咧等你，你拢无转来。妞妞的上面火得要化去啊！我无办法啊，我只好烧家己的枕头啊，燃指敬佛。我讲你枕头，你写一定要烧一支。你搁无转来哦，我5支拢爱烧，你知影无？知影辛苦你啊！这有啥物好辛苦的？为着妞妞做这款代志，这是应该的啊。你为着要救妞妞，安尼牺牲家己，辛苦你啊！袂啦，你嘛辛苦。唔知好天星，甲伊的原型找转来呢？
去山东是要创啥？伊哪会这么欢喜？林怀德竟然无死！到底是安怎？林怀德到即马竟然还未死！李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李公主，哪来啊？哪来啦？快乱都谁呢？啊！公主，刚讲，我替代不是龙岩。你替来两个无唔对，唔对的是误会。啊！误会唔对，哪有可能？你看，诶，哪安尼？这唔是真正的误会。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！哎呦！哦，足芳的咧，参加遮济草。欢迎林公主回来，大家庆祝一下啊！当然嘛爱庆祝一下啊！今仔日哦，我甲因好好饮几杯啊，不醉不归。不醉不归，阿弟啊，咱啉的是茶，毋是酒啊，袂醉的。无酒通啉哦。唉，无要紧啦，无要紧啦，啉茶嘛同款欢喜啊，对吧？林公主当平安回来，我是足欢喜的。是啊，林公主是一个好人，好人当然要有好报。唉，好家仔哦，天生遮尔巧，才想会出来这第三宝物良缘是啥物物件。啊若无，干那靠咱这几个哦，嘛想袂出来。当然嘛无法当救林公主啊。天生，真好。这我的囝婿哦，真是啊，真好，真好。阿弟啊，你是讲你倒位去啊？哎呦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啊你是咧歹势啥？我这就无用的，你去外口莫妨碍我做代志。好，我在外口等。哎，你看，这拄好讲人教。哎，天生，你看卖啊，秀莲哦，专讲为着你，传这道这么澎湃的素材要甲你报一个呢。嘿，但是林公主咱无甲伊做回来。哎，对啊，啊因人呢，哪会家己你一个人转来？三项宝物还未找齐，所以林公主还未脱离危险。是啊，啊你敢毋是已经甲良缘送去啊？是毋是路林发生什么问题啊？唔是啦，还是你送去的毋是真正良缘？秀莲，你放心，咱两个是真正良缘，是真真正正良缘。好，林公主伊有讲啦，伊讲这边霸州城的战乱，拢是大将军引起的。虽然慧敏愿意来照顾这灾民，虽然慧敏伊心怀慈悲，不过伊的目的，伊是要替伊阿爹祈福，替伊阿爹来赎罪。慧敏安尼做是有私心的，并毋是无所求、无私奉献，所以嘛毋是真正无悔。那安尼林公主是毋是真危险啊？咱若无赶紧找到误会，林公主恐惊凶多吉少。这是要安怎？误会到底是啥物？咱是应该去倒位找啊？听毛祖娘娘指示，应该去倒才找到误会。来，唉，到底是啥？才是真正误会。唉，
对囡仔的爱甲奉献是完全无保留的。敢讲真正无悔是爸母的目屎。亲子之间的爱，这是天性，嘛是伦常。啊，若真真正正无私的爱，应该是亲像不得，看到一只蜡叶要食一只粉鸟，伊不忍心互粉鸟死，嘛不忍心互蜡叶死，所以不得挂家己的肉饲这只蜡叶。不得安尼做，互这两条性命会当继续延续下来。所以我咧想。不得这种无怨无悔、愿意舍身报死的爱，才是真真正正无悔。也就是讲，真真正正无悔，是表示对众生的爱。天星，你讲得真好，也毋过。大公主，阮小姐予全工主连鸡汤要来予你食。大小姐你好，丽芳，哈？你毋是讲已经离开啊？是安那去徛哩？小姐，你莫生气啦，我问好清楚吼。秀莲，啊你咪离开啊，哪会走转来啦？人吼就爱有志气，讲要离开就爱离开，唔通三心两意，啊，搁人高高甜。安尼传出去吼，真正足歹听。秀莲，你免甲伊解说啦。回民姑娘，这毋是恁的将军府，你讲话也免遐歹听。而且阮敢有要离开，嘛甲你无关系啊。阿二婿啊，是恁秀莲家己讲要离开，啊要成全阮小姐和何公主的，也毋是阮逼伊的啊。讲话无算话。搁讲你是忠义之士哦！哼！秀莲并无讲话无算话，秀莲又搁转来，这一切拢是天意，而且是命中注定，天数良缘。搁再讲，秀莲这段转来，阮两个人永远袂搁分开。天意，良缘。你甲我讲这是啥物意思啊？你抓准我会对你高高低是无？你免看袂起我啊！哼！小姐，我替你讲好清楚。何公主，这就是你的唔对啊！阮小姐这么介意你，啊，恁两个阁有分约呢？你唔通人看唔行，鬼看溜溜去，你安尼做会伤阮小姐的心呢？婚约的代志我真歹势，也毋过我爱互你了解，咱两个人之间并无感情。我真真正正爱的人是秀，我想要娶的人嘛是秀，所以请你还阁有美芳，以后莫阁用计逼秀莲查甫。原来你就是中着因的诡计，才会讲要甲天生离开啊！唉，害恁两个安尼这么艰苦。阿爹，过去的代志就莫阁讲啊。其实美芳讲的部分有对，天生甲大小姐确实有分约。秀莲，你嘛知影，这婚约对我甲慧敏来讲，阮两个人拢无甲当作正式的。以后，莫用甲这件代志看伫心肝内，好无？这阵吼，上较重要的代志，就是要赶紧找到吴慧，通救林公主。等待林公主来当平安回来，我就随回去禀报阮阿娘，叫媒人来提亲。对，我就等你赶紧来提亲。
现在要创啥？创啥？我是要来替林怀德。先嘛就嘛看到你这样弄到的人，比屁小人无回无使，丧尽天良，拢背有干。我伊个想要较歹话，要安尼个命啊？卖命啊！动手！李清风，公主，你是要来害你的呢？是啊，这种妖女要对伊客气啦。等者，我有话要甲伊讲，我是希望你会当改过自新，才袂失去你一条宝贵的性命。要死的人是你，不是我。你定定咧甲我作对，我无趁这个时阵甲你除掉，要等到什么时阵？我并无惊死，自古就是邪不胜正。卡叔，你若搁再亲近有即时回头，到尾也受伤害的人是你。你若死，我就天下无敌。小莲，我吼爱赶紧出来找舞会，啊，若无我惊林公主吼，我都躲过一关。哪会咯？哎呀，先生，你要去倒？小莲，这是有路向我咯，我惊林公主会有性命危险，我要赶紧来处理。先生。你绝对袂能做代志，林公主。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破心灭业障，希发菩提心。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愿将所有功德回向雪境，业障消除，善业成长。我本来干那要替林怀德，既然你两个要来送死，我就成全你。袂硬替。你两个不要紧啊，我也是。何天生，你若不是灵王转世，以后对我还阁有利用的价值，我雪姬绝对会爱你的性命。感谢雪姬夫人手下留情。我甲你无冤无仇，你阁是大将军结拜兄弟的后生，我无杀你的理由。嘿，啊你讲这话，你摕家己手拔家己嘴皮，我公司甲你有啥物关系？你现在两三摆，你要爱伊性命？何天生，这是我甲因的恩怨，你上好莫插手，紧走。林公主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袂当互你伤害伊。卡叔今仔日，我一定爱伊死咧。那安尼，就准讲牺牲我的性命，我嘛要保护伊。你，万里，请我，这交我，你两个紧入面，然后甲洞口封起来。天生啊，你紧入面，紧，保护公主。何天生，我无想要互你死，迄是为着以后会当利用你去对付妈祖。啊，毋过你真正毋知死我，要甲我做对，那安尼，我就对你无客气。
真正爬起来！哎呦，世子，天星，天星甲锁去冻掉，叫阮两个刷东风起来来保护你。你两个人是杀鸡的对手啊！天星尾哪有可能对付你？紧来去救天星！无啦，娘娘，你真是要遮尔气，你袂当乱恁动的啦。管他的事，哎呦，紧救天星！紧！细弟，细弟，敢若会晓这招尔？用武我就看有够在。天星，真好你哦！往岸唱孤芳，寂无听孤单叹。伊真好你哦！这是真好的王先生。咱之前药的真正无毋对呢。真好的王，下正道的叛徒，怎么过来投胎？强行。天星，你较坚持，天星，你好紧。公主，有交代你平安无代志。多谢你，你用手机甲你拍着伤，你唔通讲话，你即马上莫讲话。公主，我知影我活袂久啊，你互我甲话讲完，我若无强求这世人，我就无机会去讲啊。林公主，我一直感觉我是一只真可怕的妖怪。唔是啦，天星，你绝对唔是妖怪啊！你是你是一个真好的人，是一个孝子。对，而且，你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好朋友。我就欢喜会当做恁的好朋友，就欢喜，就欢喜。天星，我嘛做欢喜，会当交到你这个朋友。是啦，天星，阮永远拢会记得你，一世人会记得你啦。我嘛会永远甲林公主，还有清风，万你记伫我的心肝内。也毋过林公主，这只妖怪，这只留名人心的妖怪，一直出现伫我的身躯边。伊直甲我讲，伊就是我，我就是伊。而且，这只妖怪若无去的时阵，伊的声音，还佫会出现伫我的耳孔边，一直甲我讲，害死林公主，害死林公主。林公主，这只妖怪一直叫我会爱甲你刣死。伊讲，我若无甲你刣死，我以后一定会后悔。我有几落年，我都控制我家己，我走去要刣你，我实在足痛苦。我足痛苦的，你知影？
天星，天星，天星！天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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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星！天星，你较坚持，我知影你本性善良，所以你才会无杀我。前方嘛你，紧甲天星插入来山中，紧来，紧起来，紧起来！唔免，是安怎卖救我？是安怎免啦？是安怎救你？林公主，你莫救我！我若是继续留在我这个世间，这只妖怪，伊早晚会完全附身伫我的身上。那安尼到时阵，我就是伊，伊就变做真真正正的我。那安尼，我就无法度变回去我较早的好天性啊！若真正到迄个时阵，我会变甲足疯狂的，我会变甲残酷无情，我会变甲残害天下苍生，我会完全失去理性，我一定会去杀你，我一定会去杀死我上界尊敬的林公主你啊！天星，你可是要走的。生命虽然天定，但过你一定要相信，人定胜天。每一个人来在这个世界上，拢有伊命中定来。只要伊坚持正道，就会当克服你内心的风强，就会当改变你宿命的安排。林公主。假使讲我无法度镇压这只良民人心的妖怪，我是要安怎？我到时阵一定去杀你啊！我不爱，我不爱去杀死林公主，我绝对袂当犯下这个错误。我袂当，袂当！天星，天星，天星，哎呦，天星，天星死，没有天星死，彩莲，你来去救天星，天星，天星，天星啊！安尼啊，今日不好。今日无多友互你啊，月英，阿爷是有疼爱伤的，阿爷要来走啊，以后你就要我照顾安尼啊。秀莲，咱今生无缘，只有来生再相见。天星，天星，天星。天星，天星，你要创啥？天星袂用的，你有轻轻的意念。林公主，就算我会当找到无悔，会当帮助你渡过难关，也毋过我若无死，以后我共我会害死你的。所以林公主，前方万里延别路。天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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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有毁灭我自己，才会当消除我的魔性。公主，前空万里延别路。天星，天星啊，天星！
娘娘，你看，我的手好去啊！哈，手好呢？手，娘娘，你的关系嘛恢复啊呢？恢复，无代志，无代志啊！是为着无想要害我，所以跳入火焰潭。伊身体承受着最深火热的痛苦，但是伊并无怨言，伊是无怨无悔，心甘情愿为我牺牲。这才是真正三宝中的无悔。红颜树，孤芳寂无定，孤单窗，伊我点。将军，我好真济。拄则看你受伤遐尼当倒转来，我实在是足烦恼的。胡天星中着我用夏日子加持的法力，一定会死。这胡天星的功夫，完全毋是你的对手。假使若是有惹你受气的所在，你就甲驾驶一个，我敢一定就爱有死。伊变身化作灵王，法力高强，一定要伫我的性命。我若是无夏日子的加持，恐惊今仔日死的人是我，毋是伊。原来如此。将军，我本来想要利用胡天星，找回灵王完成了后，替你效劳。可惜。这个时阵，伊偏偏甲我作对，我无台袂命。林公主毋知平安无，还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阿爹，天星去遮尔久也袂转来，我实在足烦恼。免烦恼啦，我相信各人自有天相。因应该拢无代志。来，林公主，林公主，你平安无代志，哎，真好，实在是真好。多谢恁爸仔囝对我的关心，这段日子，互恁替我烦恼，为着要找三宝，遐尔啊辛苦，真正多谢。林公主，你千万唔通安尼讲。自从你甲清风兄、万里兄来阮遮，为阮遮的百姓做的，不管是行医济世，或者是鼓励阮、安慰阮。是比阮替你做的加足济，起码看到你会当渡过难关，阮大家拢足欢喜的。是啊。天心嘞，那无甲恁做伙转来。秀莲，你敢袂记？天星有讲过啊，只要林公主若渡过这个难关，伊就要转去甲因阿娘讲，请媒人来提亲啊。我想应该转去厝内。哎，其实天星伊是安怎呀？哎，千里，甲阿二婶讲天星安怎啦？是安怎我爱讲？啊，你徛较紧，当然嘛你讲。清风兄、万里兄，恁到底想要讲啥？是啊，是安怎你嘛紧讲？天星伊家己牺牲伊家己的性命。你讲啥？天星伊死啊！真是啊，有可能，林公主，伊是来搞本身笑对无？这毋是真实的，毋是真实的对无？是啊，林公主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啊，天星那会雄死啊啦！真是死啊！
天生为着要救我，叫雪去拍着伤，然后用无悔的心跳落去火焰塔，伊真正发挥无私无怨的精神，伊无怨无憾离开这个人世间，才会当补足我的冤心。原来真正的不悔，是牺牲天心的性命。天心，你确实真伟大，我真正无看唔到啦。林公主，天心，你嘛有救过伊的性命。我想天心会安尼做，是真心真意想要回报你的恩情，请你莫自责。天生确实是一个重情重义的男子汉，我真佩服。阿爹，我想要认真一下。秀莲，秀莲，阿基师，秀莲甲天生的感情遐尔啊深，伊即马一定无法度接受，所以讲，所以我唔知入去安慰伊啊。阿基师，秀莲即摆代志，伊是惊咱烦恼，所以你也是互伊冷静一下。天心，我来呀！我知影你伫内底，你有看到我，有听到我讲话对无？天心，你敢会记得？你有甲我讲过，以后要带我去庄脚。过简单的日子，你去学堂，家囡仔上课，我饲鸡种菜，照顾厝内底，逐工等你转来接我。你跟我讲过，等咱两个拢老了以后，你同款的牵我的手。回看日头落雪，你敢袂记哩？但是，我足希望会通赶紧过这款日子。我即马都想要过这款日子。错别因了，在地原心等你去，袂当当你，当我，当你死，太求，当你，当我，当别死。你等我即马就来陪你。秀莲，啊！
现在要救我要去找天心，我要去找天心。袂用的啦，甲转来！我要去找天心，你给我放开，天心都伫下看，我要去找，你给我放开，你给我放开。秀莲，天心你是知影你为着伊要去死，一定足艰苦，你知影无？是啊，我嘛无想要去活落去，但嘛好，真嘛好，我今日想要永远甲伊做伙，你给我放开，你给我放开好不好？你敢真是这尔介意天心哈？你心脏我天心的日子我真正不知要安怎过，你心脏我好，袂用的，我袂当答应的。你给我放开，你给我放开！秀兰，你真正有够自私的，你有够自私的，你甲我听好。你为了天心要去死，你阿爹要怎？阿凤要怎？你真艰苦呢。你若会安尼这尔艰苦，伊就是不好，大不好，你知影无？天心啊，你甘愿牺牲家己的性命，换妞妞的命转来，让妞妞当继续继世救人，我顺风的真正足钦佩你。天心，你甲秀莲的爱情，我真正足感动的。好，我清风的点这酒纸。即马开始，我会甲秀莲当作我家己的小妹同款安尼甲照顾，我会代替你照顾伊，袂好受到委屈，会互伊逐工拢非常非常的欢喜。天心，你放心，我清风讲会到做会到，你安心去。秀莲，你安尼艰苦，天心会比你搁较艰苦。唔通阁艰苦啊，吼，好不？秀莲，药我抓好啊，你紧食。多谢。林公主，歹势，互你为着我烦恼。天后，真多谢你救阮秀莲。免谢多谢啦。我甲秀莲当作我家己的小妹，我甲照顾是应该的啊。多谢多谢。秀莲啊，你有看到，大家拢对你这么关心，你以后千万免阁想袂开，免做这种戆代志啊，知影无？阿爹，我知我无应该安尼做，不过我只想着天心。是嘞，我知影天生死对你的打击真大，也毋过缘起缘灭，随缘即散，你会较勇敢的去面对现实，毋通搁再悲伤。而且，你会将天生对你的爱化作大爱，去帮助众生，为众生付出，安尼才是真正有慈悲智慧。才会得到有福报的爱。是啊，阿爹嘛相信啊，天生一定希望你会用为着伊坚强活落去啊！啊？是啦，秀莲，爱听阿爹的话啊。多谢恁大家鼓励我、安慰我，互我这么多温暖。林公主，我会听你的话，化小爱为大爱。只要我有能力，我会甲替身同款，抱着无悔心去帮助别人。阿爹，你放心，我袂搁做无代志啊。真好真好，安尼阿爹就放心啊。公主，公主，像我走了过来在面，
有无饭通啊食，也有受伤的，我甲安排你喺身旁，嘛牵交因食。真好。秀莲，你要好好休困。啊，袂使，阮来去照顾财面。林公主，多谢您啊，真多谢。小莲，今日药啉了，啊休困者啊。大家紧食吼，无够还阁有咧，还阁有咧吼。偷偷食吼。阿伯，一个包我敢有够，你敢食会饱？恁即摆拢无厝通住，这个所在恁着安心啊住。有啥物欠用的，你尽量甲阮讲，阮若做会到，阮一定去做，吼。对啦对啦，阿伯，尤其是你哦，有会哦，你身体顾好，人讲哦平安就是福，吼顾好啊。是啦，阿伯，要食好可能无啦，啊要食一个粗饱吼，无问题啦。哦，人讲妈祖庙林公主哦，足慈悲，实在是真的哦。多谢林公主，多谢林公主。唔安尼讲啊，唔通安尼讲，颠倒是阮来多谢恁，多谢恁给阮机会，而且咱是有缘，才会倒来这对无？发生战乱，上界可怜就是老百姓，因有的家破人亡，有的流离失所。是啊，带头喊一只拍，因就爱拍爱冲爱死，啊，真正是有够可怜的啦。是啊，就因为咱的皇上对台湾国失信，一直唔肯把咱的佛道舍利子借予台湾国去祈福，所以台湾国的国为着民主，嘛是为着因的百姓，遭受到可汗之苦，不得已才出兵咱中原的。哪会使安尼讲啦？台湾国已经可汗3年啊，百姓早就已经无粮食通吃，所以唔才想讲发动战争，凡是会用抢到一寡粮食，摕转互百姓啊。是讲台湾国安尼做嘛无唔对啊。我的意思讲，因安尼做，拢是为着因的百姓哦。所以咱即摆上要紧的，就是要解决苦难众生。不过，咱若伫咧妈祖庙伫咧等，救的人嘛是敢人来到妈祖庙的人。外口，还阁有真侪百姓需要咱去解救。公主啊，遮尔侪人，咱到底要安怎救？只有停止战乱，才通解救天下苍生。纷纷了了，恩恩怨怨，世间人什么时阵才有法度解开心结，互助互爱？莫阁有天下苍生生活伫咧水深火热当中。要解决可汗的问题，只有请四大天君斗相共。命令有请吕布四大天君。天王刘请来是为了何事？命令恳请吕布四大天君为台湾国降下甘霖。有要降雨，就要有约定的发展，不是阮会使决定的。田母讲了对，你也是依向约定政治才讲。世界规定我了解，也毋过天上一日，汉奸一年，假使等到我去约地请旨，恐惊台湾国的百姓早就死伤无数。台湾国袂当降雨，是因为七王子强抢人民的土地，污蔑清廉官员，受害受冤的人不计其数，而且方式纵容，才会予七王子为非三作，才会应验了所有含冤而死的人的咒偿。天无降雨，是为着要处罚台湾国。如今无玉帝降旨，阮是袂当私自做主，你就请回吧。四大天君，台湾国的七皇子不仁，台湾皇室不义，因所犯下的罪过，要让百姓来承担。我求你，请你先答应我，即马就降甘霖去台湾国，
解决现在百姓的痛苦，我绝对会甲玉帝请罪，绝对袂拖累四大天君。四大天君，命娘拜托你。林媚娘，雷部四大天君，参见太上老君。免礼。命娘拜见太上老君。林媚娘，你是为着台湾国的苦患，要请雷部四大天君降下甘霖，敢毋是？启禀太上老君，命娘知影，也未领到玉帝发旨进前，私自找四大天君降雨，我是违反天条，命娘甘愿受罚。希望太上老君禀明玉帝，请玉帝慈悲，概念台湾国已经苦旱3年，即马生灵涂炭，民不聊生，速请四大天君降雨。这件代志，玉帝已经知影。玉帝连你有慈悲之心，搁再讲，台湾国的苦患期限嘛已经差不多啊，所以玉帝答应降雨。多谢玉帝。雷部四大天君，速速降下甘霖。是。天牛娘娘，台湾国的雨水已经有够，我们要回来去甲玉帝交旨啊！感谢雷部四大天君。感谢玉帝慈悲。娘娘啊，你看哦，即马台湾国开始落雨啊，安尼百姓就有物件通食，哇，战争真紧就会结束啊，天下就太平啊！干那解决苦患，台湾国无得到佛陀舍利子，这场战乱无法尔简单就结束。那安尼？啊，毋过台湾国爱获得舍利子，就是要求雨啊，啊，即摆已经落雨，因的问题就解决啦。台湾国的国王，伊认定若无得到佛陀舍利子，伊的人民一定会认为伊无力。啊，若台湾国的元帅奉旨要来得到佛陀舍利子，伊若空手倒转去，无法度矫治，伊同款爱死。所以台湾国无遐尔简单就会退兵。安尼哦，啊，归去啦，咱来将军府甲舍利子抢回来，安尼就无代志啊。啊，对，非常这摆功夫啊，啊，佮看到拢恢复对不对？千军万马，拢嘛毋是咱对手，要抢倒来。李顺吼，咱即马是犯人的身份，袂用做违法的代志。是讲无公主啊，安尼啦，咱归去来去甲皇帝讲啦，讲哦，舍利子就是叫大将军甲雪姬哦私吞去啊，害伊色欲，啊，毋知补甲战争。皇帝若知影哦，一定足生气啊，伊就叫因甲舍利子交出来，而且佫判因一个欺君大罪。嘿，你这个厉害呢，不又是用文的哦，厉害。袂用的，是世不可无。啊，公主啊，这是啥物意思啊？大将军的势力，毋是恁所想的。搁再讲，朝廷大部分的人已经去互买收去啊。这么侪人伫咧暗害伊，皇帝无一定会相信咱的话。就算讲伊相信，一定非常生气，会掠大将军来治罪。到时阵，大将军伊见效当上去，会发动伊的兵马，抑阁有雪姬，伊一定会运用伊的武力。假使伊若是起兵造反，两方大战，内乱四起，安那辛苦的，安那受苦的，同款是百姓。哎呦，安尼也袂用，安尼也袂用，啊，到底是要安怎才有法度甲佛陀舍利子找回来啦？娘娘，你有什么办法？邪不胜情。
大将军、书记夫人，阮几日在外国探出回报，林怀德已经入决定了，而且伊嘛已经寄过在外国的台湾税啊。伊毋过一件奇怪，伊到去也无偌久呢，几落年无落雨的在外国，竟然就开始落起大雨啊。我知影，你想落去。是。我是林怀德，这摆你搁咧比啥物摆？书记，会落雨袂落雨，这都要看天公的安排。我咧看，这只不过是巧合。颠倒，互我感觉好奇的是林怀德去找敌方的台湾税。哼哼，这到底有啥物目的？先莫怪伊是安怎去台湾国，非伫咱的大事一定要成功啊！一定要小心提防，以破坏咱的计划。事到如今，我绝对无用阮任何人来破坏我的计划。将军，阴暗，我着去甲林怀德除掉。留伊伫的，真正是天骹半手。书记，林怀德武功高深，你都要小心用。我有舍利子加持我的功力，连后天生化作高强的灵物，我拢会当互伊死。林怀德，哼，我根本无看伫眼内。林怀德，顶摆有好天生抢伫你面头前替你死，今仔日我一定要送你上世。奇怪，人哪会无伫遮？你咧找我？原来你伫咧外口，我伫遮已经等你等真久。你咧等我？我看你是咧等死。东岸乡孤芳，寂无听孤单窗，伊我点无好坏听。我伫遮已经等你等真久。你咧等我？我看你是咧等死。心存善良，天下就太平。所以，我考劝你甲佛陀舍利子交出来，那咧两国就袂搁再相争，天下苍生嘛袂搁再受苦，你就是看到无了。林怀德，你是咧讲什么笑话？舍利子既然伫咧我的手头，就是我的，天下是毋是会当太平？敢有啥物地带？心存贪念，失万恶之缘。所以，我劝你唔通互家己坠落地狱的深渊，也若无你生生世世都要受到因果报应的轮回。免想要吓惊我，地狱伫倒，因果报应搁伫倒。我若变成天下至尊，你搁会当对我安怎？想要到你搁无悔悟的心，你千万唔通七病不悟。哼！有啥物话去甲阎罗王讲？哼！公主，谁？所以，佛陀舍利子乃是神圣之宝，
哪能容我你一个人的贪念，罔顾天下苍生的性命，逆天理行魔道？林怀德，我有辅导下日子，我就唔相信，我无法度互你死。你这个妖女啊！阮公主这尔慈悲，大概拢让你，就是要互你改过自新，你真正自找死路啦！哎呦，莫甲讲啊这啊，甲送点落遐，当作连尾食掉啦。好，动手，动手。不遵正道，不敬佛宝，你无资格得到佛陀舍利子。行来。你这个妖女，即摆无舍利子，看你要安怎？书记，你虽然获得舍利子的加持，也毋过你对着魔道心存邪念，已经甲佛陀舍利子珍贵的慈悲意义相违背，所以佛陀舍利子无可能继续帮助你去为非作歹。林怀德，莫甲我讲遐个大道理，要杀你就杀，安若无，我一定会转来找你报仇。真正唔知影死亡，行。哎呀呀！你怎么？娘娘，啊你已经放伊两三摆啊，你啊看，伊阁唔知悔改。是啦，娘娘，对伊慈悲哦根本无效啦，伊哦爱去地监再悔改啦。你已经受伤啊，而且即摆又阁无佛陀舍利子的加持，相信也无啥物能耐。你要搁互伊机会哦？唔通袂记的，咱还阁有正事爱办。有佛陀舍利子，若安尼大汉朝朝，甲台湾国两国的恩怨就会当化解。台湾国若是退兵，百姓就会当脱离痛苦。水啦，水啦！哎，就讲娘娘，我感觉哦，你的法力比以前更加厉害呢。哦，你安尼面对刷起安尼，哈哈，刷起来，哎呀，啪啪啪，特地两三步，结果迄下你做微微吹，啪，你就甲接着。哇，真简单，咱桌顶年柑共款的。这招真啊厉害厉害厉害。其实，这拢总是恁的功劳。若毋是恁正人口共心，找倒转来我命中三宝：动心、无悔、良缘，会当再度凝住我的元神，互我度过生死劫数，得到重生。原来是安尼哦，安尼是安怎？哎，啊你够讲的咧，公主讲啊遮清楚，你拢听拢无？公主的意思是讲，伊本来得要死去啊，也毋过得到这三项宝贝的加持，愈来愈厉害，这就是拍断手骨，颠倒勇啊！哎，我捌啦，我捌，你捌你毋捌？吼，你想看袂？这个雪肌吼，夹到嘴边的肉，搁较落去，即摆一定足艰苦的。伊应该啦，伊。娘娘啊，假使讲你若有闲的时阵吼，啊，你敢毋通甲我讲我，我的功力甲你同款，啊，像安尼。哇，安怎引导了无？公主啊，千万唔通假千里，你有够戆的，你学袂起来。好，我都无共款啦，我的悟性较好，我真紧就学起来。嘿，安尼无引导啦，我甲你讲啦。我无你的干巧，你嘴啊，细都在细念尔，人讲做，较赢讲像我你较引导。安尼才引导。我甲你讲，会晓比无效啦，对无？你哦，这尔啊戆，你都无悟性，你无迄个天资，你学袂晓啦。你甲吐槽这民族问题呢？系啊，这是我先请教娘娘，你甲唱啥话哈？我甲你讲，这吼袂用勉强的啦。娘娘都已经甲你放弃啊，你阁唔知哦？无问娘娘啊，好来，娘娘。唉，我看娘娘是甲咱两个人放弃啊。前面将军。有何急事？将军，大家哥
退兵啊！退兵？哪有可能的代志？因为你发觉已经甲退到下令书，交代到各位大元帅，所以元帅才下令即刻退兵。又搁是林怀德，好！大将军，无像又搁一件代志要甲你禀报。紧讲啦！你听到退兵的消息了后，皇上所派的30排兵马已经退到去京城。你讲皇上所派30万大军退转去京城？是。 30万大军还未来到我这就退转去京城，林怀德，你不但伤害雪姬，阁破坏我的大事。林怀德，不管你有通天的本领，本将军队即马开始甲你势不两立，非杀你不可。望眼像孤芳，寂无听孤大堂。 我点。小姐，好啊啦，话甲遐尼大声是咧创啥？小姐，我专工来甲你讲一个好消息的呢。啥物代志？听讲迄妈祖庙林公主吼，一定找到舍利子啊！ 啊，送等去大外国啊！迄大外国即马退兵啊呢！安尼就表示战争结束啊？系啊，拢一定结束啊！所以外口的百姓吼，拢足欢喜的，大家拢啉酒啊、跳舞啊，足欢喜的。战争结束啊，安尼百姓就免去受苦啊，阿爹嘛免去相战啊。 小姐，有一个代志，我唔知爱甲你讲无。你就已经讲一半啊，你掠准我会叫你莫讲是无？你上介意、上心爱迄个何公主，伊已经死啊。啥？何天先死啊？李胖，这饭你会当食真济，啊，毋过。 话是袂当有别人讲的呢，就算讲后天先一定要受气，啊，毋过你嘛袂当安尼嘴插伊啊。小姐，你莫冤枉我啦！我就知影你上介意何公主，李胖有10个打，嘛毋敢就插伊。我袂讲话啊！我唔相信，我唔相信啊！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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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莫走我紧呐！你莫搞我啦！我袂记内底摸清楚啊！小姐，天星，阿弟，天星是毋是伫内底？我袂记找伊啊！等，小姐，天星哪有可能伫遮？天星无伫遮，那你伫倒位啊？是啊，那你通讲有人讲已经死去啊？天星有死无死，免来阮遮找啦。等去问雪姬啊，无问你阿爹也会使啊。是安那问雪姬，是安那问我阿爹？因为害死天星的凶手，就是迄妖女雪姬。无可能啊！雪姬甲天星无冤无仇，伊哪有可能害死伊？大小姐，天星甲雪姬虽然无冤仇，但过迄妖女雪姬，每若要做歹代志的时阵，阮公主在甲阻挡，在甲导化，伊就袂欢喜啊，要害死阮公主。所以天星是因为要救阮公主，毋才雪姬害死的。你即马讲的迄个雪姬，根本就是一个妖女，弄毒的妖女啦！哼，连一寡邪术害死偌济人，你知影无？阮公主已经给伊机会哦，考劝伊改过自新，结果呢，阮公主差点要叫害死，啊！你的天性是根本就好害死啊啦！我知影雪姬有练一寡奇怪武功，啊，毋过伊知影我介意天星，伊会顾虑我，伊无可能甲害死的啦！你是听无清楚哟？迄妖女雪姬，只要啥物人无顺意的伊，你甲对人害死。即摆凶魔都练武功呢，心肝弄毒，心肝是黑的，
血是乌的，为啥吹人也是乌的？天星死去的消息，咱一直拢要甲外英姑娘甲因娘讲，等下就去看到因，这是要开喙啊！这真正是惨。哎，娘娘交代的代志，袂晓开喙，嘛要想办法开喙啦。你的意思是讲，咱若看到外英姑娘甲因娘，这个顺便人死不能复生，天妒英才，20年后，伊阁是一条好汉。是咧讲啥？上好等你看到外英，你敢安尼讲？无，我意思是讲，哎呀，讲啦。班里兄，清风兄，你哪有闲过来？我拄啊好要去找恁的。找我？我阿兄去恁迄边几头工啊，叫这财民当然是好代志。毋过我惊伊热心过头，身体歹歹去，安尼都毋好啊。月英啊，其实吼，阮来到这嘛是要找恁的。找我？恁哪会面色怪怪啊？是毋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其实阮会来到这是因为恁阿兄来的。我阿兄，伊出代志哦？就是吼，恁阿兄为着要叫阮公主，也去斗3工找3件宝物。我知影，我阿兄有甲我讲过这件代志啦。为啥毋对？讲过就，我无话啊，换清风的。对啦，恁阿兄为着要叫阮公主去找送宝物啦，吼，送宝物无讲介好找啦，嘛拢找着啊吼，也毋过吼，也毋过。毋过啥啦？都紧讲啊！应该毋是，我阿兄出代志哦。你嘛知影嘛吼，因为救阮公主吼真危险啦吼，恁阿兄全伊全。叫煞去害死啊！月英姑娘，恁阿兄害死，拢是迄个心肝拢倒煞去，甲恁阿兄害死。伊煞去真正是卑鄙小人，无血无目屎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一定是甲我讲真笑，对无？对无？我阿兄无死，我阿兄无死啊！月英姑娘啊，你若遐已经死啊，我知影你真艰苦啦，你真正会保重吧？你骗我！你一定骗我！我阿兄伊人好好的，伊哪有可能会死？伊无死，伊无死。英姑娘，本来这个消息，我是要较早来甲你讲的，毋过今暗有血啊，身体扛袂牢，我着接受这个事实，唔知拖到今嘛。我今仔敢若拜托你，暂时莫互我阿娘知影这件代志。我阿娘有血啊，我惊伊的身体会袂改。小姐，你莫安尼转来啦！这是我甲小鬼的代志，你莫管啦！你是安怎甲迄个人抬死？李芳，这无你的代志，出去。我出去哦。麦兰夫人，我的工课是照顾小姐。
我甲我的耳啊、目睭、嘴拢关起来。啊，你当作我无伫遮？是我嘴，搁是。慧敏，你是将军府的千金大小姐，一点仔礼貌拢唔捌，随便就让你来别人房间哦。你别讲遐济啦，侯天星甲你无冤无仇，就算讲伊为着要保护林公主甲你作对，你嘛要甲伊刣死啊！我本来无想要杀伊，是伊家己来送死。你这个歹心的查某，你的心肝哪这么良毒啊？就算侯天星你做鬼，伊嘛袂帮你煞的啊！慧敏，你甲我点去，伊是你的长辈，你要哪会用这款恶毒的言语来对待伊？你是来胡白乱来哦！将军，慧敏爱骂，就互伊骂。我是为着要自保，才会杀死伊心爱的天星，是我的唔对。你着互伊骂一个欢喜，啊若无慧敏若气歹身体，我会对你袂得过，对死去的将军夫人嘛袂得过啊！阿爹，伊在去啊！你千万唔通有骗去啊！你唔免搁讲，恁雪琪阿姨自细啊，安怎听你，安怎生你，更无较输阿弟啊！伊绝对唔是参与你讲这款人。阿爹，你唔相信我，你相信伊。我是你亲生的查某囝，你唔相信我，你相信伊。哎呀，阿弟啊，并唔是唔相信你，我是无希望你唔通因为一时的情绪发泄出来，去破坏掉你甲雪琪阿姨、甲阿弟啊父女之间的感情啊！伊害死侯天星，侯天星伊阿爹是你结拜好兄弟的，敢讲你一点仔拢袂艰苦，拢袂受气啊？阿弟啊，当然嘛，甲你同款，天生的死，我当然甲你同款真艰苦嘛。但是你拄则有听到，恁雪琪阿姨是因为咧保护家己，而且还是天生先动手伤害伊的，啊无伊哪会甲伊拍起来？你变啊！你规个拢变啊！你的心已经叫伊骗去啊！你一条路我先为阿爹啦！慧敏，骨肉至亲，这是天经地义、无法度通我改变的代志。你对阿弟啊，甲恁雪琪阿姨，竟然会当讲到这款这么绝情的话，你拢袂烦恼讲会去擦伤着阿弟啊，是无？阿爹，你敢知影？伊连无讲，伊是一个妖女啊！伊伫你的面头前做一套，伫你的背后搁做一套。你起来袂讲讲五世，是非不分，真相不分。你一定无好下场的，你知影无？阿弟啊，知影你今仔日为着天生的死，心肝内真艰苦。我今仔日不会甲你计较，你转去你的房间。将军，慧敏讲较安怎玩弄我、误会我拢会当谅解。啊，毋过伊讲我是妖女，我真正就相信。你上知影我为什么要恋母？我感觉我真正足歹做人。哎呀，雪琪啊，慧敏甲捌代志，你莫甲伊计较。伊本来就是一个妖女啊！伊害死天星，无体壳嘛害死真侪人，是不是连我尔，嘛是你害死的啊？你即马咧讲啥嘿？这不是你应该讲的话，你实在唔知天大鬼滚蛋！我
你拢总唔知影。其实你并不是中原的人。阿弟仔所做的一切，包括恁雪琪阿姨，遐尼认真的练功，这完全是为着要报亡国之仇，要讲互咱大理江山所做的准备啊！想袂到，你为着男女的私情，竟然对我甲对恁雪琪阿姨有这么深的误解，我对你足寒心的。阿爹，你在讲啥？啥物亡国之仇？啥物大理的江山？我哪拢听无？这一切，我一直拢无甲你讲，就是为着要互你过快快乐乐、无忧无愁的生活。看起来今仔日无将真相讲互你听，也袂用呀。将军，莫讲，莫互回民甲咱同款，是毋是有这款的压力？到底是啥物代志？你拢莫诬瞒我，甲我讲啊！回民，其实你是大理王国的皇室后嗣。阿弟仔7岁迄年，中原贼国攻打入来，杀死我的父王，杀死我的母后，杀死我的兄弟姊妹。中原贼国夺去咱大理王国快乐的日子，夺去咱大理王国的江山。阿弟仔忍辱偷生到今仔日，都是为着要复国。安尼你知影？哪有可能？回民，你是大理王国皇室的后嗣，你应该落去甘心，你应该落去体谅啊！红岸树，孤芳寂无听，孤单窗，伊我点无好花。魔车降临，魔车降临，一定是灵王出世，无唔对。请妈做你们保庇。今仔到底是安怎？啊，做伙也袂顺，做也袂顺，连插香都香厝着，真正是错。你细细念细声啊，我就一个厝目叫香厝着尔，个细字的啦。我是甲你讲算者，我甲你讲，今仔日哦，可能真正。哎呦，哪安尼啊？为什么这么大进度？敢讲？啊！地宫还是，这一定是地宫。
骨翻身啊！阿娘，你伫倒卡，你这里哦，这里哦，阿娘。来，阿娘，我扶你。咱遮已经真久，毋捌发生这种代志啊，哪会雄雄安尼？阿娘，你有安怎无？我无代志。毋过，我哪有一种海计条的感觉？阿娘，你想伤济啦，只是地骨翻身啊，即嘛无代志的啦。毋对，这个甲较早拢无共，我感觉一定有啥物代志会发生，而且是甲咱斗有关系。阿娘，你嘛有白想啦。啊对啦，恁阿兄咧，伊敢毋是去跑作业，甲遐个财民斗相共，安尼还袂转来？可能就是因为战争拄啊结束啊，也有一寡人还袂好完啦。阿娘，你嘛知影阿兄，伊就是特别热心嘛，伊一定是对遐个财民放袂落心嘛。我看，等伊的伤若好了差不多，阿兄就会转来啦。阿娘，我搁去替你做一盖药啊哈。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我是安哪会心肝头乱吵吵，还搁会微微啊疼？看阿娘安尼，我要安怎甲伊讲？阿兄已经往生啊。无车讲的，果然厉害。林王出事啊！林王出事啊！已经28年了，我已经等28年了。时间甲地点拢同款，我会赶紧仔去找林王才用的。林王出事啊！林王出事啊！我总算我找到，总算我找到啊！你是谁？你袂记我？我是陈敏啊。陈敏。是啊。28年前，我就是对你的啊，你就是情河灵王啊。啥？你讲我是情河灵王？是啊。你讲啥我听无啦。灵王，伫你要毁灭你的元神的时阵，你都有交代上校，讲你伫丁亥年9月初7，要伫遮出现，爱地址来遮等你。地主伫半个月前就开始赶路，目的就是要来迎接你。我是情河灵王。是啊，灵王，陈敏是要听你吩咐。我用要无元气，你莫阁讲。我带你来去游泳洞，你连你就会当恢复元神啊。游泳洞，你是咧讲啥？对啦，我若带你去游泳洞，你慢慢就会当了解一切啊。你较振作，我真紧的带你到游泳洞。我是甜，我无元气啊，我是甜。灵王，你较啉歹济，你即摆就咱就出事的翁仔啊！只要你来到游泳洞，你就会当找到你的元神啊！到时阵，你就会当控制世间，成做魔界之王啊！
地牛够大只，话变面就变面，我当着尾嘴。是啊，连咱的武功嘛摔到遮惨。真正无采我咧整理。就是讲啊，真正是。安怎啦？大只等两阵。哎呦，这敢会是歹结掉哈？是安怎？你两个安怎？无安怎？阮娘娘，那只等这两站。是啦，娘娘，咱妈祖庙就用安尼啊，普通百姓的厝，毋过较惨。这是因为母亲降世。母亲降世。等下，南边，等下，这是什么所在啊？是安怎？因迄边遮尔暗，咱这边遮尔光，而且看袂着底。娘哦，这是阴阳路，这是阴阳两极，混沌之源起，也是万物幻灭、生长之本源。咱今日要去的所在，就是阴阳交界的幽灵洞。阴阳交界。是啦，我今日要带你去的所在，就是会当证明我所讲的话是真的。娘，到位啊！到位，就是这啦。咱记入来，咱记入来。这就是幽灵洞啊！只要你入去了后，你就知影吼，你会过去啊！行，这世界上竟然有这种所在。对啦，英雄，只要你入去吼，你就能明白吼，你过去所有的代志啊！行。咱去入去。我不爱入去。娘，我已经等你20几年啊，目的就是要等你吼变成真正的灵王啦。行啦，咱去入来。喂，灵王，我是种足可怕的感觉，我不爱入去。喂，灵王，咱紧入来，入来你就知影吼，你的一切啊。喂，行啦，喂，行啦。行啦，你我你来啦，你来啦，你来。灵王，我头发出去啊！我头发，安尼对，安尼对，搁免偌久吼，你就会想起，你就是真正的灵王。你有想你过去无？原来我的前世
青水，真正是灵王，真正是真好灵王。无毋对，你总算想起来，你会记得你伫世间受的灾难甲痛苦，拢是为着要逃避妈祖的追捕。只要你恢复你的心力，打败妈祖，日后你就会当天地无敌，称呼心无两界的无上至尊啊！袂用的，袂用的，妈祖娘娘慈悲为怀，我一世人是照着对妈祖娘娘的敬仰、尊敬，也阁有祈求，我才当平安活落来。而且有几落遍。是妈祖娘娘的心情，帮助我渡过难关。我袂当甲妈祖娘娘做敌啊，绝对袂用。前世人是我唔对，前世人是我唔对，我一世人绝对袂当阁错落去，绝对袂当，袂当。灵王。敢讲你袂记得妈祖是安怎追捕？敢讲你袂记得，互伊逼甲走投无路，而且自我毁灭？敢讲你无想要讨回公道？这不会，我不会讨回我的公道，不会，我不会甲妈祖娘娘作对，我不会，我不会，灵王，对袂？灵王，好啊，莫个讲，我绝对袂当甲妈祖娘娘作对，绝对袂用，绝对袂用，绝对袂用。灵王，灵王，娘娘啊，吼，趁我地牛翻身哦，一罐物件落落来，好佳哉，精神后地方表啥好势啊？上重要，身上无代志，无代志，无代志。是啊。娘娘啊，你敢若有心事吼？是毋是搁伫烦恼母亲降世代志啊？娘娘啊，若因为这件代志吼，唔免烦恼啊！你讲过啊，该来的总是爱来，咱就面对就好啊。我感觉母亲就是净火龙王转世现身。净火龙王，安尼天生搁活起来哦。天生为着要救我，牺牲而死。迄个时阵，咱拢叫是龙王已经无人通我换身啊。想袂到，伊同款搁转世现身，我惊会带来搁较大的灾难。哎呀，我来想讲吼，天生死去，豆人对伊感觉足可惜的。也毋过，反倒等带来搁较大灾害，而且变成真恐怖的龙王呢。这别安怎讲啊？娘娘啊，天生若真正是灵王，等伊功力恢复，我惊伊来找你报仇。报仇你惊啥？做伊来啊，食凊饭等伊啊！我上爱看，就是娘甲灵王斗法，得到今世是对。我毋是担心净火龙王对付我担心的是天下苍生。伫这个生活弄到的歹查某，阮一个伙仔甲你无冤无仇，你竟然害死我阿兄！因为天生才当啊重生，所以还阁有善良的本性。也不过，等待伊真正转化了后，就会变成恐怖的净火龙王。妈祖启示录，有心就有福，有愿就有力，自造福田，自得福缘。红颜像花早。
心伴露水重，花香自然要采怎通嫌？拄着你挑剔的缘投送，哪通你身边已经有别人？一粒心活动，看梦想甲梦，双双对对，因阮心肝遐凄凉。夜夜梦，日日思念，目眶红，三不五时珠泪甘。青春看无透，歌声烈酒热暗，看阮舞步遥望岁月流转。红颜像孤芳，寂寞行孤单窗，伊我点无好看的风光。红颜像花丛，天真伴露水重，花香自然要采怎通嫌？